探局探局。好，第二组来宾是欢迎阮这边的蒋家。彰化少年家，奖金赚上多，彰化少年人，奖在无输人。来，今晚机会台，来谢你哦，来妈妈谢你哦。好，来，请。好，欢迎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是，来，阮第一组，阮这队的队长啦，大金啦。哎，一起起立啊！雄哥，你好。大金加油吼，今日佮看妈妈来啊。是啊妈妈来过嘛，对不？来过啊有好佚佗无妈妈？就好耍诶。好，来，今日嘛是佮带另外两位好姊妹来哎呦，100万哦。哎呦嘿，来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维尼嘿，维尼。最好朋友啦。来，佮带落去。我是陆凯威，我是大金的朋友。哦我嘛是做网络的同学。支持一下啦。是好，欢迎你咯。好，来换咱这边啊哦。啊，咱迄边吼是咱在做网络影片对吧？是阮网络的。是啊，阮这边是咧乐产的。乐产的。哎，阮这边是卡达时代的少年人，欢迎咱队长谢教授。谢教授。大家好，我是社长，名叫做黄旭升，我即马是一个剧场的演员，嘛咧剧场内底咧做台语指导，佮剧本翻译，我家己有一个卖奖也叫做台语文手指谱啊，你讲做台语迄出一寡543。好，啊，今日讲带做产的朋友来啦，甲阮介绍落去啦。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家宝，我嘛是彰化人。是彰化人。我甲学生吼是工创的啦，伊讲一个大学的。嘿，伊读大学的时阵，我咧读研究所。是，好，欢迎你呢。好，来，佮带落去。做新人来啊！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洪明宏阿宏。好，你好。甲社长同款，拢是做咱台语文工课相关的，嘛是咱台语台首先的迄一天的主持人。哦，有咧乐产的，对，是有乐产，真正捌去乐产过。欢迎你呢，来佮带落去。各位咱台语台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廖宗伦，用我叫阿伦。阿伦，我眼前原来做产人，顶头配爱啦。算讲就甲学生是。算讲高中同窗啦，当然伊较减我的岁啦，我较操劳啦。袂啦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即马少年人要叫去做产，无简单，无人要做安尼，是你一定要坚持落去哦。总是吼是大念啦，未来的希望啊。是，欢迎你阿伦，哈，来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花车欢迎咱罗公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恁会当赚大钱，买新厝。来，一定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买新厝进前是不是要有现金？现金。现金你有捌扣过100万无？无咧。目睭背后金，脚尾翘在100万大奖。真的啦。来，改迄个上啦。你妈话袂，改迄个上。我这怂的了，100万还要侪钱啊！这偌重啊，咱两个人可以才搬走无？你知影这100万对咱少年人来讲，咱爱趁偌久到这100万？嘿，啊你俩豆豆学台语，趣味，心实，过来遮通啊摕到100万的奖金。哇，你好咧。嘿，但是一定要把咱的实力摕出来哦。爱比赛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天几边？好，来这里回合，必须有一个答案。阿雄，我逐摆嘛有一个答案。嘿，咱的分数安怎算？哦，恁只要选到正确的答案，一个就是1000块，上济会使得到6000块哦。好，6000块，先把6000块摕起来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来，请问吼，正两吃煞来一点仔甜的，请问布丁的台语安怎讲的？布丁的台语哦，美秀这边是煨卵。来，你甲看，咱若要做煨卵的时阵，是不是拢甲卵扣下去了，
拍，嘿，啊，摕去电锅，吼，无就是雅素安尼用个火，细细安尼慢慢啊煨，煨了后吹出来，嘿，就变做布丁。哦，嘿，是我这边答案是煨卵。是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布丁。为什么？布丁，因为伊是日本话来的。哦，咱台湾足侪物件是为日本话翻过来。外国拢无。不是，因为这物件是日本吼早入来台湾。哦，外来啦。譬如讲罗莱吧啦、韩多鲁哦，这拢是。所以伊就是用日本人咧讲的话来讲，嘿，布丁。好，来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。阿雄，演一遍。嘿，到底是煨卵还是布丁呢？哦，是，好，大金，跟妈妈应该是你做饭的嘛？对，这一切拢是妈妈的决定。妈妈的选择咧，真危险哦！真危险，讲危险，真危险个算。因为伊叫布丁嘛，我知道。布丁啊，咱就是直翻过来，翻过来叫布丁。啊，日本时代，印尼吧？因为阿姊讲的迄较像鸡卵糕啊，对无？较像鸡卵糕无咧，你唔捌食过吹卵？阮妈唔捌做过吹卵，我食。你哪拢无做吹卵，我食。妈妈，你等下做互伊食看卖。我买布丁我食的。哦，即马变的真济啦，买变的就好啊啦。对。是，所以讲你选的是先选布丁。日本话过来。哦，外来。哎呀，阿雄先是遐。搭一个钱呀，钱，你先选钱哦，选我就收钱啦，跳。哎，我你选的是我呢，系啊，你感觉是煨卵？感觉姐姐讲的就有道理的啊，是，因为做的过程嘛，因为煨卵伊是卵，伊是卵做的，是啊，用煨豆豆啊，放安尼，是，哦，好来，社长甲阿伦来两个讲一下。啥啦？恁选的是布丁。我嘛要讲，应该这个布丁应该就是对日本时代时阵来，因为咱台湾较古早的一寡甜路，可能就是啥物仙草啦、鳄鱼啦，我就感觉讲布丁可能就是为这个可能英语啊，个变做日语啊，就变过来台语，就变布丁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。哦。啊，这个物件是西洋的点心啦吼。是。啊，伊是伫英语叫做 pudding。啊，伊传到日本的时阵，日本人叫音改叫做 pudding。啊，到台湾嘛是伫日本时代嘛是安尼讲。啊，当然你即马吼，伫台湾因为咱华语甲翻做布丁哦，啊，若照台语的汉字的念法改念做布丁哦。是我哪会当接受啦，所以这两种我拢会使讲。啊，不过咱今日答案无一个。啊，你煨卵哦，一般来讲是食烧的，搁是食咸的。啊，这是甜的，所以无啥共款。好，来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疫情了后，创造新一代宅经济文化。请问吼，宅经济用台湾话安怎讲咧？哦，宅经济。美秀这边是鸟仔收经济，是安怎鸟仔收经济咧？你看。鸟啊，生出来时阵是毋是拢伫鸟仔收内面？对啊。啊，妈妈会飞出去外口，甲糖啊啥转来互伊食，所以拢屈伫咧厝内底。就亲像咱即马有一寡囡仔，较无想要出去，吼，拢屈伫咧厝的内底。敢若亲像咱咧讲的什么宅男啊，嘿啊，是，所以讲我是感觉伊是鸟仔收的经济，什么货拢伫厝内底做的。是。啊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居厝经济。居咧厝的有无？居咧厝的哦。窝在家里，居咧厝的。吼啊，因为即马吼疫情了，变成一寡人拢无介意出门。啊，即马网络够方便，啥物物件订啊，就送到厝里来。譬如讲，即马上时行一寡迄个宅男的娃娃有无？潮玩就是足时行迄红啊线，啊嘛是拢诶，因为即个经济开始拢撑起来。是。哦，大家都发现讲，哇，这个物件就是伊居咧厝的，才开始发展起来，所以说居厝经济。是啊，到底是倒一个咧？唔知哦。好，来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。阿雄，演一遍。哦。今麦个电脑摆转来变过来哦。嘿，是，我先来问一下吼，来。维尼边仔的阿威啦，阿威，好，阿威，你选的是阿雄，
对有爹呀，是不是姑爹呀？是。对，我感觉应该是居伫咧厝里，是。因为就是较无爱开钱的感觉，就是拢居伫咧厝里。啊，毋过若是鸟仔秀的话，鸟仔秀的话，就是妈妈是爱出去。哦。对，还是有一个处理。佫是有一个爱出去爱对。哦，安尼嘛是有道理的吼。后来这边，我是感觉吼，居伫咧厝的无讲介好听。啊，鸟仔秀重点是因为在经济重点是网络。啊，鸟仔秀有一个网络的感觉，啊，不管是妈妈爱出去，还是迄鸟仔秀，我感觉有一个网络的感觉。老师，健康的答案是。健康的答案哦是伫阿雄这边。咱定讲一个囡仔哦，无爱出去吼，拢规工顾伫厝里啦。啊，因为这个疫情了后吼，有真侪活动拢外口袂使做啦吼，所以拢叫人讲无得留伫厝啊，连有个人嘛无去上班，拢伫咧厝用网络，伫遐咧用迄个视讯咧开会啊创啥呢？啊，所以就慢慢创造这种经济行为啦，就是讲你伫厝的会当卖物件嘛，会当买物件，吼啊，唔免讲出外口，啊，就创造出这个，那像讲规工居伫厝里。啊，嘛会当创造这个经济，所以讲叫做居厝经济。促销咱最后一题拼生死哦，还有8节哦。来哟，来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上大帮上面床，无洗骹困中是啥物意思咧？哦，我这边就是讲哦，咱的时势爱遵循咱的大人啦。是安怎讲？以前咱困的时阵哦。是顶面床可能有6个人困，啊是大人吼，咱拢是困伫个落仔边啊。不过唔是，我感觉你甲看上骹帮上面床，上大帮上面床，咱就是爱互先尊重大人，大人爱困伫中，咱囡仔囥伫个边啊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大人若是无想要洗脚，可能伤忝，就会先去困。对，个困啊。啊，咱囡仔困伫中，其实因的胃嘛较大，因为咱较细嘛，啊因是大人嘛，是，所以讲我的感觉是。时势爱遵循咱时代，嘿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是叫做应该讲，伊是比有软土深骨的意思。软土深骨是一种讲法。因为阿姊你讲的是厝内的时代，啊有当时啊，对，啊有当时若来的人唔是厝内的时代咧，譬如讲只是朋友来，咱是留伊过夜，啊伊安尼来吼，就一直弄到面床底，啊讲话讲无三句，这面床看起来舒适有无？上大帮上面床骹无洗困中，这就是无礼貌。软土深骨。哦，好来，咱2队听清楚啊哦，来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社长，你讲一个。我其实头先想要跟阿秀的，因为我感觉讲就是。那时势应该是爱甲时代斗洗骹才对，所以家己都可能无迄个才调，家己搁洗骹，所以我原底是想要跟阿秀。啊，搁尾也感觉讲，其实咱台湾一般拢是烫鞋啊，上面床啊，咱无洗骹安尼，敢若无卫生咧。是啊，一定红妹啊。所以我就尾仔就讨论，就感觉讲应该是软土深骨。因为拢讲到上大帮上面床啊，听起来就一种亲门大户软土深骨。哎呦，迄个感觉就重的。是，而且你讲上面床，你搁无洗骹，对啊，太无礼貌，你真正有影软土深骨咧，迄种感觉是不是？是。根本就免甲老师问啊。是吗？是啊。袂使，而且尊重老师啊。啊，那是我的，有咩乱？对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这条吼观众的选择拢是正确的。咱拄则观众嘛有讲过啦，这种行为哦，看到就是亲门大户啦，食人教啦，欺负人舔啦，所以去人家哦，去上人的大帮，搁上人的面床，上尾搁困伫中，搁骹也无洗，就是足无礼貌的行为啦。这是咱台湾人较早咧讲，你做人哦爱有礼貌啦，去人家袂使敢若你上大共款，你爱较客气咧安尼，所以有这句俗语留落来。好，来，咱今麦来看分数。是。好，看今的这边。嘛有5000。嘿，啊那咱奖的咧。嘛有5000哦。嘿，好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正港佚佗人。
正港七道人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哇，真轻松是呢，呢是够有奖金呢，对啊。奖金安那赚？哎，甲恁报告一下吼，这回合4题，一题3000，上济才摕到12000块。 12000块，第3000、12000先甲摕起来哦。啊，阮每一题吼，拢是用半空中带恁来去看风景，有可能是台湾的风景，有可能是外岛的风景，甚至是外国全世界的风景。好，好来，上回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哦，要互恁看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国家吼2个字哦。哦，这个国家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 哎呦！说你哦，社长你甲我行一条咧。来，你的2字的国家是倒位？各位，看这个文字，我是要讲，嘿，应该是泰国。泰国。哦，厉害哦，泰国真险呐。来，老师，泰国对唔对？这个国家的人文风景真特别，恁敢知影伫倒位咧？ 要互恁看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国家吼2个字哦。哦，这个国家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说你哦，社长你甲我行一条咧。嘿，这贵的哦，你知无？嘿，这2个细字哦。好，来，你的2字的国家是倒位？各位，看这个文字，我是要讲，嘿，应该是泰国。泰国。哦，厉害哦，泰国真险呐。来，老师，泰国对唔对？歹势，唔对。你讲，你爱看字的哦，我是知影。细字啦，好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看入去，搁较了解哦。好，来继续。好，来，今日你的哇，这英文买通吗？英文买通。越南，你确定吗？法国啦，法国是嘛？哎，我2个字啊，2个字啊，迄唔是有牛呢？有牛啊？迄门嘛？门啊？有牛呢？还有跳舞呢？系啊。啊，有迄彩色的粉呢？一粒啊，真传统。真传统。人真多，人个真多。印度，哦，叫印度嘛？还是你要讲英文嘛？使？Indian，较西服。Indian，好，Indian。印度。你念无老师听较准。Indian 嘛？你讲台语好啦。印度。哦，老师无要听你讲。那真困难啊！好，老师伊安尼讲，对不对？会使。好，老师人家好，就会这个3000了。好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对，这国家印度啦吼，因为看到牛啊，佮有看足侪香料，咖喱粉啊啥遐吼，啊有看到迄个跳舞啦，这拢是足明显的迄个印度的特色啦。哦，所以这个国家是印度啦。啊，若要讲英文，讲印度啦吼。India，敢若是咧讲迄个，即摆我来去讲美国迄个 Indians。哦，分数叮当就好哦。嘿，咱搁继续加油哦。加油！好，奖价。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换人。好，来去佚佗啊！上诶，咱叫去倒去佚佗。哦，是，咱刷落来哈，要请恁讲出这个世界上真有名的沙漠。这个沙漠吼，伊有3个字。沙漠5个字啦。因为后壁是沙漠。哦，沙漠。哦，你就先甲讲啊，就对啦，互恁趁着啦。后壁2个字是沙漠，头前3个字是啥话咧？好，来，咱先请看。哦，是虾米沙漠咧？哎呦，那是，来，你是什么沙漠？撒哈拉。
撒撒哈拉，哦，是，你的两块是 English，撒哈拉， English 嘛是撒哈拉。应该差不多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不要紧，你大声念给老师听。撒哈拉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歹势呢，无成台语嘛无成。哎呦，无成台语嘛无成诶，不要紧，咱继续个先看落去。查某不是拢这安尼嘛？哪会看出来伫咧倒啊？无人因有景点哦，真正有景点哦。他拄啊，迄个石城吼，我有去过啦吼。他拄啊，迄个石城吼，有足侪好莱坞的电影拢伫遐拍。哦。啊，看到这个沙漠内底有这个石城。是。好，来阿伦，你哦。那我咧摇啦，英文应该是 Sahara 啦，啊，若是台语应该是撒哈拉沙漠啦。哦。哦。你两个拢讲啊？安尼对无？安尼英文较我。来分数。要你这3斤哦，录起来。有厉害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对啦，咱用台语讲吼，撒哈拉啦，撒哈拉沙漠。嘿，啊，若是英语讲 Sahara。对啊，伊拄只迄个小姐讲的吼，音有差较远啦，所以歹势。啊，咱就以南师讲的有较歪音啊，所以咱接受。好，来，即马是8000甲8000，平手哦。后够2个哦。来，咱即马记得换人。好，来，拄啊拢无迄个因家落大紧的开着伊的钱去佚佗。嘿，啊妈妈，你家己会去佚佗去游览嘛？啥无？有会。你去倒位？日本，咱韩国哦。啊，即马咱要来去看哦。是。好，等下知影就紧日甲水落去哦。好，斟酌看，唔免伤紧张，就甲水落去。好，看详细了再吹。好，上海行咱要去倒位佚佗？啊，刷倒来吼，咱要介绍一个亚洲的迄个城市3个字。哦，亚洲的城市3个字哦，亚洲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看。哦，来，家宝仔，家宝加油！敢是北海道？哦，北海道，哇，北海道，哎呀，厉害，哎呀，台语真厉害。是，好来，你大声甲老师讲是倒位？北海道，北海道。对，因两个拢讲法拢正确。哦，厉害！分手，恭喜你了3000咯！厉害啊！哎，袂歹，日语讲了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伊讲北海道啊，讲北海道哦，这拢会使啦，因为北海道的日本音就是北海道啦。北海道。啊，这个所在咱看到就是讲伊关天遐足寒，因为伊是上北的所在嘛。啊，迄个伊有看到一只鸟啊，有无？迄就是遐特别的鸟。我捌去遐动物园看到迄种鸟啊，足大只的。哦，因为咱本来看图是无想到伊遐大只，啊看到真正只鸟啊，哦，遐尼大只着，真正无简单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不要紧，后一分就伫咱这边啊。加油啦！好，甘愿甲拍互平手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即嘛阿威甲咱的阿红，啊那咱阿威你台语讲了袂歹呢。自细汉拢是听台语大汉啊，无听讲啊，毋过嘛是会使啊，嘛是会使，因为伊台语讲了真正呢。哎呀，真好啊！你讲你倒位的啦？我台北。台北的。哎呀，看起来敢若真像是阿嬷带大汉的。对。是因为我嘛台北的啊。恁拢无成。无成，我较真有真卡。你若是讲咱的制作人，我就知台北囡仔。台北囡仔。啊，若是。嘿，足侪人约我，毋是台北人。嘿啊，你看起来敢若较像。
什么中华啊、台南嘛，还中南部较中部迄边的囡仔。会晓讲台语真正真好，真正袂歹啊，真正真好啊。上好是甲老岁仔人加讲，这是咱爱做的代志。有讲人歹话，人听无。哦，歹讲哦，歹讲哦。即满咱若去外国，咱千万袂当讲人哦，你看查某囡仔有够肥，袂当哦，袂当哦。伊的话头家讲，你是咧讲我啊？因为即马哦，世界真侪，拢咱台湾人拢会去佚佗。啊，甚至东南亚拢讲迄落。嘿，拢讲是嘿，河洛话就是咱台语啊，嘿，拢会讲，所以讲咱袂当学别去佚佗就好，嘿，唔通学别乱讲话。哦，好，来以上的咱今日去倒佚佗。是，咱刷落来这个影片吼，爱请恁讲出这个欧洲的大学是什么大学？拢总2个字。欧洲的大学哦，2个字的大学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大学真有名，试看卖。好来，试看卖，有勇气就对啊。2个字的，2个字的。 2个字的，嗯。欧洲的大学，剑桥大学。剑桥，伊安尼念吗？英文你试看卖，你有英文无？剑桥 High School。剑桥大学。你确定你的念法是安尼？剑桥，唔对，剑桥大学。哦，迄剑吼。剑。为什么是剑？嘿啊。你去看卖迄个字嘛。健康的健嘛。我唔是啊，唔是。剑桥。安怎讲啊？来。剑桥大学。好，来，老师剑桥大学对不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好，来，分数签。叫伊得了3000咯。就是一直要互因拍平就对啊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哦，伊本来讲剑啦，吼，啊，这个字是剑啦，咱讲宝剑啦。哦，啊，若莫讲英语，伊拄则嘛袂晓讲咯，会 Cambridge。对啦，有人剑桥大学。剑桥大学。对啦，听起来是完全无正确，啊，不过伊尾来有改过来啦，吼。啊，伊改过来，伊毋是会当接受的，所以安尼算对。好，即马较困难的是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来。好，来看阮的金价。即马金价奖金11000。嘿，啊那咱奖价咧？奖价嘛是11000哦。好，进来去咱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。白提示。哦，是什么意思的上诶？是，来念者吼，太岁。菜。啊。嫁人。阿兵哥。月饼。啊。白饼。悲情。日本话。这8个提示就是8个无共款的问题。哦，是问题。吼无共款。啊，问号咧。问号就是代表每一个问题后壁的介绍无共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。有一条救命的机会。是的。嘿，就讲啊，画者哦，我要支援的时阵哦，来。咱就通啊互相讨论一解机会尔哦，啊其他的就是敢选的时阵会当讲话，其他咱拢袂当讲话哦。是。吼，啊第2个就是咱本早吼拢是分数较少的人先来选，啊毋过阮拄啊吼，因为平手嘛，咱杨经过啊，杨经过啊就是，嘿来表示讲咱的社长先来选咯，吼这有好无歹哦。好来，社长你即马要选倒一个？倒一个有可能有15000咧？12000呢？阮遮足侪做食人的，就是菜好啊。菜好啊。菜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菜奖金有偌济。
菜真贵啊！真贵哦，这个菜真贵嘛是红真正因为菜真贵哦。好，来，咱一定爱15000摕到，一定爱讲会出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强要无去的板凳菜布地鸡，吼，这出菜名是甲制作的方法，还是甲地名布地有关系咧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哇，这简单的嘛。鸡丸啊，星期嘞，来，来，鸡丸，鸡丸，应该是跟这种有关系啦。你看东坡西就知啊。布地鸡落来落去的迄种感觉。落落安尼哦。所以唔是地名的关系哦。家己。应该是跟地名无关系才对咧。哦，好，来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制作方法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制作方法对唔对？嘿，哎呦，15000嘞，来，恭喜得到15000块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迄种鸡的做法吼，是甲鸡内面的骨头先甲取出来，是，规个抽起。啊，则内面吼入迄个足好的材料、足好的食材入去，啊，再搁甲填倒起来，啊，再搁甲调包好，啊，所以咱像迄个鸡，敢若一个布地共款，所以叫做布地鸡。辛苦来做布地。对，啊，内面搁入足侪好的食材，所以是制作方法，唔是即个家己布地即个所在的。是。哦，袂歹袂歹，15000就甲报去啊啦。啊，够15000无？12000，咱12000塔起，一直塔起嘛是拢搁有，嘿，免惊。来，今日要选倒一个。我最近哦咧学日本话，我你犯太岁咧。喂，这个要嫁人咧。哎呦，好代志，好代志，好代志。日本话好啊。日本话哦，哈，好来，咱来看者日本话奖金有偌济？我不会算蒙坦啊，蒙坦啊，蒙坦啊！日本话就难的咧，加1000，我不会算，我不会算。加减谈较袂散啦。咱人爱较实在，豆来啦。我日本还有拢无掉啊。反正这个做人人品有关系。无讲无关系，无关系。好，咱先出题，讲对到1000哦。对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语有真侪词是吸收日本话的讲法，你敢知影韩多路是啥物呢？哦，唔免10秒你就知影哦，10步囡仔拢会知。来是啥？方向盘那个。台语叫方向盘。方向盘。方向盘对唔对？1000块嘛唔通放弃，请问韩多路是啥物呢？请问，台语有真侪词是吸收日本话的讲法，你敢知影韩多路是啥物呢？哦，唔免10秒你就知影哦，10步囡仔拢会知。来是啥？方向盘那个。台语叫方向盘。方向盘。对唔对？这1000足歹赚的，歹赚的。来，奖金要加入去，终于加1000咯。好，这是日语的外来语啦吼，啊对英语来，啊英语是 handle， 但是这个是日本人学英语学了唔对去啦，因为 handle 一般咱讲的是柄啦，啊是讲咱那个地鼓迄个线啦吼，咱咧关迄个叫做 handle， 啊若真正迄个方向盘吼，英语是叫 steering wheel， 不过日本人咧学的是吼。去用着唔对的词，啊，不过因拢讲韩多路，啊，咱台湾人嘛对你讲韩多路就是赛车的是迄个方向盘。来，继续社长，多谢。搞什么？哈，月饼，月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月饼奖金有偌济？7000哇，拢真老有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5仁月饼的5仁是讲5种鸡仁的啊，不过台语咧讲5仁是会当形容人，伊是讲人嘴真甜，还是讲伊真好笑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嘴甜还是真好笑？来哦，好，来你的答案是？我敢若有印象啦，应该是讲真好笑。真好笑，个英国是啥物我袂记得啊。好，英国，多看卖哦，多看卖哈，7000哦。好，来。
真好笑，对唔对？嘿嘿嘿，厉害！真袂歹呢，奖金，恭喜1000哦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咱台湾来讲，人真够讲笑亏哦，讲这个足够激五人的啦。所以这个五人就是好笑意思啦。所以就是起码你讲激五人，就起码华语讲很搞笑啦。很搞真笑。够讲笑啊，所以五人就是好笑意思。我拄啊抽到1000嘛，就真五人的吼，完全就是很搞笑。万二也袂出来。不要紧啦，你即马过来一个5人啦，万二啦，万二啊，真5人的啦。来。比情啦，好无？比情应该是万二啊吧？比情遐个无万二，拍者1000了是偌济？3000、1000、3000、5000、7000、9000、10000、12000。哦，这比情那是3000，我就应该就比情的哦。比情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比情的奖金有偌济。哎呦，这100万愈来愈远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讲头一摆是运气的问题，第二摆就是人品的问题。真正是安尼。我拢唔知要安鼓励。我两题拢加起来4000块，加连7000的一半拢无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咱豆豆啊来嘛，你卡大是对嘛？这我若对啊，我就是15000嘛，是嘛？伊两题拢无对。我一个12000的，搁一个10000的。你算啊？我赢。你安尼算就对啊。因为阮这个回合真紧就会变盘。对啊。定定你变盘的哦。好，来3000的哦。来看比情的啊，比情的。咱车出题。请问台语歌的比情沧桑的唱法是模仿歌戏，还是日本演歌的唱法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真简单呐。无，阮讨论者好无？别，这样演歌啦。哦，来，日本演歌。演歌，林哥。林哥。好，来，日本演歌对唔对？加4000哦！咱台湾人吼，迄个流行歌开始创作的时候，是日本时代啦。所以有真侪是对日本遐学来的。这种唱法吼，嘛是学日本人的唱法。尤其早期吼，咱台语的足侪歌吼，拢是用日本曲写台语词，迄当阵也无像咱即马这著作权啦吼，所以就当摕人的曲来写台语词，像讲较早黄俊良的。迄个布袋戏内面的歌吼，嘛差不多拢是日本曲啦。所以唱法嘛拢学日本，所以这是对日本来，唔是对歌戏来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社长讲话你后，顺势的愈来愈歹选。好，打一个。跟一个冰冰好啊。冰冰哈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冰冰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你是有答案的哦。那会拢安尼啊？你老好我嘛，我有一个拼的机会嘛。你提起啊，阮咱会等下要安怎赢？歹势。剩偌济？剩10000到啥？9000的。19000，这你若无对，10000、25000、9，贵赢你1000，好，会使，好 ，OK。会当啊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讲一个人真交病，是讲伊吼真后甲人作对，还是手头真暗无钱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嘿，真交病。哦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真后甲人作对。哦，厉害哦！真后甲人作对，对唔对？这毋捌听过。来，奖金。恭喜又得到12000咯！你啊看，伊的 podcast 你做啥物会？台语的。对啊，所以讲会真了解这种嘅起来意来你无啦，你 podcast 应该是算命的吧？我来，真厉害，面册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讲人真交病哦，就是讲这人真够共徛，真够找人的麻烦啦，所以就是讲人真够甲人作对啊。即嘛你无交病啦。今仔日我足欢喜来这个节目。本来我是想讲要摕100万。是。
即马连2万的分数拢无，我应该是太水，太水哦，我的成绩太水。好，咱来看者，无可能是5000吧？来看者，太水奖金有偌济？袂歹，有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每年是蛇年，犯太岁的人爱记去安太岁，但是你知影12生肖内底到底有几个生肖的犯太岁咧？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同一年内底有几个生肖的犯太岁？是。一年内底。阮求救一个。来。来，几万，你知吗，妈妈？知吗？还是你即摆有兴趣？不要相信我。你听妈妈不要相信我啦，不要相信我。无啦，妈妈，没人讨论者，咱讨论者，安尼爱讨论者，因为吼，阮即马是已经拢输去啊。对。啊，好精彩讲的嘛，啊，今仔来有欢喜无啊？精彩讲。欢喜哦，29个，29个，喂，4个啊，4个嘛，真正是4个。印象讲4个。有啦。 2个，妈妈讲2个。妈妈你该毕业啦。无啦，一定想要讲2个。是。因为犯太岁应该是2个啦。蛇年的一定犯太岁。4个啦，4个啦。4个啊，即摆讲4个啊。不要相信我。 4个。你骂公公不要相信我，没有信心。 4个有可能呐。来，4个对唔对？哎。 相信妈妈啦，哈，相信妈妈。妈妈是讲你，妈妈是讲2个，那是阿威讲的是。我说不要相信。新家姐啊，你这个高兴哦。哦，哎，好看。交配2万啊，好看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哦，这当然是即马，因为庙的吼，你若去安太岁，伊甲你收钱嘛，啊收愈济愈好嘛。所以吼，因拢甲你讲吼，你若是。 共迄个生肖，你迄年是迄个生肖，迄个本命年吼，你一定爱去安太岁。是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对冲的，就是迄个啊，差6岁迄个啦。差6岁。是甲生肖内面对面迄个。啊，过来就是两边边啊，差3岁。吼，啊，所以呢加起来拄啊4个。拄啊4。差6岁，吼，啊，甲差3岁，啊，3岁2个嘛，差6岁1个嘛，啊，甲你家己。 哦，甲你迄个生肖迄个，所以加起来拄啊4个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咯，剩2个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是要嫁人。 啊，是要阿兵哥5000留好啊！你若赢，你要赢，你就摕较济，反正你拢赢。我来讲，你若要留予伊，你就是先想讲，伊可能会选倒一个，啊，就是迄个。我今仔一直咧讲嫁人哦，你知影意思无？我一直咧讲嫁人，哎呀！来，要选倒一个阿兵哥还是嫁人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我就拣一个。 嫁人好啊！嫁人，你跑5000进去，这若真正5000，我有够衰呢。好，咱来看者嫁人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、3000，真好，1000、3000、5000，我摕去啊！对啊，谢谢啦，谢谢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阿英对彰化嫁去台北，啊对阿英来讲，内家是伫咧彰化，还是咧台北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哦，这敢若唔免用到10秒呢，吼，简单呐。来，嫁过啊，变就是较传统的想法，就是引导啊，就是红色引导啊，所以就是台北。哦，台北哦，来，台北对唔对？ 哦，有啦，想法来奖金，奖金得到5000咯！哇，破纪录，第一届真济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好，伊拄则讲的正确啦吼。咱结婚了后，查某人若结婚了后吼，就讲伊原来原生家庭叫做外家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嫁去的家庭就是你即马的家庭啊。哦，迄以前我是捌听过内家啦，不过即马大家讲，哎，既然有外就有内，所以就该讲做内家啦吼。以前好多内公来嘛。对啦，啊，就是讲你嫁去以后，你就是迄个家庭的人啊。将来你若死嘛，是迄个家庭的人甲你拜啦。对。哦，所以讲迄就是内家啊，迄个原来你的原生家庭就是外家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你若摕到这就好啊，其实
你好，我就我等你简单啊。好来，即马看你阿兵哥啊吼。谢谢。哈，即马存偌济？一万的款哦，是不是？哈1万。是人好啦，本来伊也算阿兵哥5000个我的呢。有啊。你遐是 L 变就万五。没啦，搁踏去就好啊，水就好啦吼。来，咱看下阿兵哥的奖金有偌济？1万的阿兵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义务役的查甫，伫咧退伍了吼，会拄到着教调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伫咧几岁进前吼，拢有可能会收到教育调职通知咧。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36岁。36。哦，真确定。你即马还阁有咧接吗？无啦衰啊！我是假就衰。应该是36岁。好，来36岁对唔对？来奖金，恭喜得了1万咯！这个是咱的兵役法规定的啦吼。那去做兵啊，退伍了后，伫36岁以前，拢有可能会搁家己调去登记，家己训练者。因为咱战争的是袂当干那靠咱即马咧做兵这的人无够嘛吼，一定要有一寡人来斗去战啦吼。啊，这的人就是进前捌受过训练的。我即马可能登去做家己的事业吧，啊，毋过若战争的事，搁家调倒转来。但是若超过36岁，一般来讲就袂搁去家己做这调训啊啦。吼，啊，伫咧36岁以前拢有机会会搁去用调训。来看两队的分数哦，看阮今的引导34000。嘿，啊那奖的引导咧5万。嘿，好，起来咱的指标10,000斤。嘿，1秒10,000斤。大家动脑筋。来，即卖奖金。即卖奖金有5万块啦！咱头一道，这年啊济5厘头的。哦，所以5万就是50秒。哦，50秒咱个加落去是。嘿，搁加30秒好唔好？80秒哦。好，来3题哦。3题。来，咱第一题几个字？第一题吼3个字。是第一个题是伫路边。伫路边。车边。唔是，第二个惊歹势。伫路边惊歹势哦。玉兰花。唔是，过来蒙一个。含笑花。什么？唔是含笑花，过来个。头摆有人拼5万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第一题几个字？第一题吼3个字。3个字只嘛有80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是第一个题是伫路边。伫路边。车边。唔是，第二个惊歹势。伫路边惊歹势哦。玉兰花。唔是，过来蒙一个。含笑花。什么？唔是含笑花，过来个第四个头咧咧，头壳咧咧咧是啥物物件？过来，第五个叶爱合作伙。记得小姐。含笑花。唔是。不能打。唔是。叶爱合作伙。小草。嘿，台语更小草。健康。阿伦厉害哦，我跟你讲，像安尼，伊想到就一直讲出来，大家同齐想哦。嘿，好来，咱即摆看这秒数。哦，够49秒咧，厉害哦！啊，毋过袂当好落啊哦，嘿，袂当送落来哦，要紧紧起来哦。爱冲着哦。好，来第二题几个字？第二题2个字。2个字。好，来咱请开始。是第一个题是15世纪欧洲哦。15世纪欧洲哦。哎呦，真远哦！第二个伊有标迄个号码伫咧顶。号码？什么物件有标号码？过来伊有三角迄个轻的线伫咧顶悬。三角的轻的线。15世纪。过来一推到入洞，什么？弄球。这个啊！是弄对，好来第3题啊哦，几个字？够30秒哦！哇，真厉害，3万加油哦！真好哦，尽量保持伫遐。好来，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来咱请开始。是沙丘。啊？什么沙丘？新兵。唔是麒麟类的，什么麒麟类的沙丘？搁想者，无喙齿，麒麟类的无喙齿，沙丘无头爱龟头。哦，爱我棍子。啊，唔是，搁食狗遐。拉力。拉正卡。拉力。
阿伦较想要练台语。厉害哦，厉害厉害！你啊，沙丘，那落啊，伊就生做足奇怪吼。细细啊只，沙嘿丘，差不多90公分。对，啊，食狗遐。对啦，还喙齿少长的。所以伊胶原蛋白真好，食狗遐啦。就是拉力是拉力，吼，来，咱今晚快来秒数。哦，还有12秒啦，袂歹。哎，袂歹，好，还有12秒就是1,200块，好，今日去颁奖。哦，厉害！嘿，来，颁奖！恭喜！啊，金牌一块，来！恭喜哦！哎呦，上重要的是恁他去来好赛啊！好赛啦，嘿，真正恭喜您咯！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罗公行罗老师辛苦了。多谢。再见，有机会。讲台语提8万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。哦，厉害！感谢社长，哦，感谢感恩，感谢红，感谢阿伦，哦，厉害哦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干妈，文家过来，谢谢。